賭王何鴻燊最愛嘅女到底係邊個？係生得好靚嘅何超欣，定係生得最似賭王嘅何超蓮，定係如今執掌何家嘅何超瓊呢？呢件事就要從兩場時間跨度30年嘅何家婚禮講起。唔好睇都係賭王家嘅女，何超蓮嘅婚禮同何超瓊比起嚟，簡直可以講話用寒酸兩個字嚟形容。何超蓮嘅極簡真愛風婚禮喺巴厘島舉辦，皇冠係 Graf 冠冕，鑽石有31.74卡咁多。但呢個係幾十粒加埋一齊嘅重量。主婚紗係 Bear Run Out 嘅私人定製，新郎禮服則係嚟自 Mita Denny 嘅定製。禮服入面寫住咗兩個人嘅英文名，心形扣上仲刻住咗英文首字母 SNL。婚戒亦係同品牌嘅，價值雖然唔算高，因為另一隻5.97卡嘅粉鑽婚戒，聽講係竇童參與設計㗎。呢場婚禮最能鎮得住場嘅有兩件比較唔錯。一件係何超蓮中式婚紗上嘅吊墜，據說係明朝良莊王妃同款，可以收藏入博物館嘅嗰種。另一件係賭王三太陳婉珍條頸上面嘅帝王綠，只可惜佢同四太嫁女嗰陣嘅穿搭撞咗款，呢一條自然係比唔過四太嗰條。據說四太嗰條頸鏈價值2個億。呢場婚禮主打嘅就係一個真愛至上。據何超蓮分享，佢哋嘅婚禮係竇曉一手操辦㗎。費用亦係由竇曉全權負責。雖然演員嘅收入係打工人無法企及㗎，但同何家比起嚟，多少仲係帶住啲寒酸。好在係金錢唔夠，真愛嚟湊；錢唔夠多，就由竇曉滿滿嘅愛意嚟填補。反觀何超瓊嘅世紀婚禮，盛大又隆重，耗資2000萬港元，齋係嫁妝就已經價值10個億。當時賭王為咗令個女嫁得風風光光，特登從法國同埋荷蘭空運咗價值400萬嘅玫瑰花，用嚟裝扮婚禮現場。呢場世紀婚禮嘅選址係坐落喺黃金地段嘅 HK 灣仔君悅酒店，呢所5星級豪華酒店經常俾當地攞嚟接待外國皇家來訪時使用。好多豪門大亨嘅婚禮都係選喺呢度舉辦。婚禮一辦就係3日，第一日只請許何兩家嘅親戚，第二日請兩家生意上嘅伙伴，第3日先係成龍、梅艷芳呢啲年輕一輩嘅好友。何超瓊嘅婚紗同埋禮服都係啲由首席設計師親自設計嘅高定，兩套加埋一齊價值120萬。佢仲有一套中式禮服，係用咗足足8個月製作完成嘅。何超瓊嘅婚車亦大有來頭，係佢阿爸賭王嘅御用佳作，一台勞斯萊斯加長定製版銀次，車牌號 HK1。只可惜婚禮再豪華，亦冇辦法代替愛情。呢場世紀婚禮嘅第2年，兩人就開始正式分居。一個伺機入手家族事業，一個流連花叢，最餓美人懷。何超瓊同許晉亨嘅婚姻破裂，係陳百強嘅離世。最早嗰陣，賭王對何超瓊嘅要求並唔高。何超瓊熱愛文藝，尤其中意莎士比亞。喺大學嗰陣，曾俾紐約華沙爾學院嘅美國文學專業錄取，但係賭王何鴻燊覺得何超瓊邏輯性強，應該讀商學院。雖然佢聽從咗父親嘅建議，但係骨子入面係熱愛文藝嘅。於是19歲嘅佢趁住假期走咗去 TVB 培訓班。喺娛樂圈，佢結識咗一生所愛嘅男人陳百強。佢哋第一次見面係喺蘭桂坊。當時何超瓊好友聽講陳百強會出席派對，於是邀請何超瓊同行。為咗見到佢，何超瓊同屋企人講咗大話，話要去參加女性朋友嘅生日會，12點之前保證返屋企。宴會當晚，佢嘅心七上八落咁樣喺人群中等待，終於喺返屋企之前，匆匆睇咗心上人一眼。後嚟佢哋一齊演咗同一部電視劇《突破》，劇外佢哋相差4歲，劇中係男主同女配。陳百強家中從商，但佢一心愛音樂，屋企亦唔太支持。呢個同何超瓊嘅經歷十分相似，慢慢咁兩個人就行埋到一齊。1982年港姐決賽嘅時候，何超瓊就已經相伴佢左右。1985年陳百強出新專輯《深愛着你》嘅時候，邀請何超瓊做 MV 女主角，佢仲陪佢去錄節目。當時佢鄭重向鏡頭介紹，呢個係我嘅一位紅顏知己何平思小姐。據說嗰一年兩人曾經鬧出一啲小矛盾，爭一啲就分手。為咗氹何超瓊，陳百強攞住佢嘅相，走咗去揾唐書琛填詞，寫咗一首《愛沒有不對》，仲收錄喺86年嘅專輯《凝望》入面。陳百強曾經唔見咗一隻好中意嘅名錶，何超瓊怕佢傷心，就偷偷買咗一隻一模一樣嘅寶相。陳百強係精挑細選，送咗佢一對珍珠耳環作為回禮，掌上明珠連不得。
呢對珍珠耳環佢一直戴到依家，兩個人嘅相處亦十分融洽。陳百強好憎假裝，如果佢唔想講嘢，就會坦誠相告。何超瓊亦唔會同佢發脾氣，兩個人就一晚黑都唔講嘢，默默咁食完一餐飯。何超瓊一旦唔開心，就中意匿埋起身唔見人。陳百強就一直陪佢打電話，直到佢開心起嚟。1986年，陳百強嘅生日宴上，何超瓊坐喺女主人位置上，俾人影低咗一張合照。第二日，所有報紙都講陳百強即將成為賭王女婿。當時兩人並未在意呢件事，但係賭王就上咗心。當時嘅賭王年過65，長子於幾年前因為車禍離世，其餘嘅仔女年紀尚輕，適齡女兒中，得何超瓊最適合培養。對於繼承人嘅培養，就從棒打鴛鴦開始。據傳，賭王曾經喺一場宴會上公開羞辱陳百強，話佢唔配做賭王嘅女婿。而自細受到做人唔能夠自為自己諗教育嘅何超瓊，亦選擇咗同陳百強分手，為咗成為咁合格嘅大家姐。兩個人嘅分手好體面。91年何超瓊世紀婚禮嗰陣，陳百強仲到場祝賀，為咗避嫌，佢仲帶咗一名女伴。只係心入面嘅痛，大概只有自己先知啩。據傳世紀婚禮前夜，嗰件昂貴嘅婚紗亦不翼而飛。賭王動用黑白兩道資源尋找，淨係隔咗一夜，婚紗莫名又自己翻咗嚟。於是有人猜測，大概係何超瓊自己偷偷收埋起身嘅。早喺世紀婚禮前，陳百強10周年演唱會慶功宴上，佢就已經明顯唔在狀態。直到何超瓊出現，佢先突然醒神過嚟。喺世紀婚禮嘅2個月後，佢喺演唱會上好含蓄咁樣借歌表白，若要同旁人相戀，便覺生亦無可戀。之後，陳百強連續開3場告別演唱會，告別歌壇，以後只為慈善發聲。當時嘅佢已經失眠嚴重，每日都要靠飲醉先可以瞓着。一次，佢喺食安眠藥嗰陣飲咗酒，就咁樣一瞓，再都冇醒過嚟。已為人父嘅何超瓊唔顧屋企人嘅反對，堅持每日都去醫院探望佢。喺17個月後，陳百強因為腦衰竭離世，何超瓊依舊力抗許何兩家人嘅反對。到葬禮上為佢扶靈，佢含淚送佢出嫁，佢滴血為佢扶靈。雖然喺2、3、4房嘅爭產鬥爭中，何超蓮所在嘅3房分得最少，婚禮亦冇何超瓊嘅奢華，但係擁有世紀婚禮嘅何超瓊，又何嘗冇羨慕過佢一分呢？至少佢嫁咗俾佢心愛嘅男人，擁有咗一場佢親手籌辦嘅婚禮，而佢只能喺嗰場昂貴嘅婚禮上強顏歡笑，當住愛嘅人嘅面戴上人哋嘅戒指，接受住嗰一句句並唔幸福嘅祝福。何超瓊可以話係一世都喺度為賭王家妥協。當年賭王一句話，佢就只能放棄自己熱愛嘅藝術，放棄已經辛苦考上嘅文理學院，轉身投向聖塔克拉拉大學，重新開始學起市場同埋商業管理專業。作為賭王家嘅千金，賭王似乎從未允許佢偏離過設好嘅軌道。喺賭王葬禮上嘅何超瓊表現得格外冷靜，喺宣布賭王離世嘅消息時，更好似係講一件事不關己嘅事一樣。而更加令人耐人尋味嘅係，喺賭王懷緬視頻公開播放嗰陣，俾人發現何超瓊竟然選咗一張有陳百強半邊面嘅相。要知道，雖然可以睇到賭王同藍瓊纓先係畫面重心人物，但好難講唔係有意選擇㗎。咁樣一張淨係露出陳百強半邊面嘅合照，當時佢已經係大權在握，唔少人都認為佢分明就係喺度反擊賭王。如今父親不在，何超瓊亦係大方咁樣開始表達佢對陳百強嘅思念。已經50幾歲嘅何超瓊，亦係再一次戴上咗嗰對白色嘅珍珠耳環。要知道呢對珍珠耳環，佢喺35年前就戴過，如今依然保存得如此光潔閃耀，想必亦係小心翼翼咁樣珍藏咗整整35年。唔知道如果賭王可以睇到何超瓊咁樣嘅舉動，會唔會後悔當年嘅決定呢？